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昨天看到《列王纪上》的第2章的前半段，有看到大卫给所罗门的遗训，还有大卫的寿终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13节到第2章的最后。13节，哈吉的囝阿多尼雅去见所罗门的老母拔示巴，拔示巴问伊讲：你有带平安来无？阿多尼雅应讲有带平安。佮讲我有代志要对你请求。拔示巴讲，请讲。阿多尼雅讲，你知这个国本来是我的，以色列众人嘛拢爱我做王。毋过国煞归乎我的小弟，因为这是上主的意思。但我有一件事请求你，望你毋通甲我提示。拔示巴讲，什么代志？伊讲，请你对所罗门王讲，将思念的女子亚比莎赐我做某，因为王一定会听你的话。当大卫死后，所罗门登上王位。这时候的所罗门他的王权还没有稳固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一些人在所罗门的王国当中是有影响力的。那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的哥哥大卫第4个儿子亚多尼亚。前面13节提到他来见所罗门的妈妈拔示巴，而拔示巴对他的第一句话说：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那这是一个双关语，因为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，也可以说你是为所罗门来的吗？他回答为平安，也就是为所罗门。那亚多尼亚来求，他要求之前，那他也讲了一个他心里面的话。15节，他说：你知道这国原是归我，全以色列也期望我做王。然而这国反归我的弟弟，因为这国归了他是出乎耶和华。亚多尼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主是耶和华，所以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双关语，就是这个国归了亚多尼亚。那所以亚多尼亚虽然非常害怕所罗门，在第1章的最后，我们看到亚多尼亚躲到这个祭坛，抓住祭坛的脚。那他知道他可能会死，但是呢，所罗门放他一马。现在呢，大卫死后，那他要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大卫的婢女，就是书念的美女亚比莎。我们继续来看第18节，拔示巴讲好，我替你甲王讲。拔示巴就去见所罗门王，要替阿多尼亚请求。王起来迎接伊，对伊鞠躬。王搁倒转去坐伊家己的位，吩咐人为伊的老母安排座位。拔示巴就坐伫王的正边，讲：我有一件小事要请求你，请毋通甲我提示。王甲伊讲：阿母，请你讲，我袂甲你提示。伊讲：请将思念的女子亚比莎，互你的兄哥阿多尼亚做某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拔示巴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妇女。也可能就是这份单纯，那当初大卫就看上了拔示巴，是乌利亚的妻子。那拔示巴也真的来见了所罗门，那按照亚多尼亚的意思替他求。那即便所罗门非常尊重他的母亲，那这里有提到王是站起来迎接他，还向他的妈妈下拜，然后呢，行礼完才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然后让他的妈妈坐在他的右边。那但是拔示巴很委婉的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所罗门的反应呢，却非常的激烈。22节，所罗门王应伊的老母讲：你是安怎替阿多尼亚求思念的女子亚比莎？
伊是我的兄哥，你归去替伊求王位。伊阁有祭司阿比阿他，甲西罗亚的囝约押，得甲伊拥护。所罗门王就记上主就抓讲，阿多尼亚讲这的话，我若无互伊死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上主选择我，互我坐我的老爸大卫的王位，照伊的应允建立我的家。我记这位因我的上帝救抓阿多尼亚，今仔日一定着死。所罗门王就派亚和亚大的囝比拿雅去甲阿多尼亚抬死。所以我们看见亚多尼亚不求还好，他还可以活。那但是呢，他的私心跑出来，反而加速他的灭亡。那在当时，前面一个王，就是当他过世之后，他说的一切，都是交给下一个王。所以大卫的这个婢女，亚比莎，那在大卫死了之后，那就是由下一个王来承接。但是亚多尼亚还在幻想，他也有这个资格当王，他想要留一份属于自己的，要了这个亚比莎，但是呢，却因而这样，使所罗门，迅速的做出判断，此风不可长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物，在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不断的出现，就是比拿雅。比拿雅是耶和耶大的儿子。有关比拿雅的事迹，我们可以来看撒母耳记下的23章。撒母耳记下的23章有记载除了大卫的遗言，还有记载大卫的勇士。好，那大卫的勇士呢，有3勇士。好，那3勇士后面呢，又介绍了2个勇士，其中一个呢，就是比拿雅。比拿雅呢，是来自于甲薛，是犹大的最南边。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以勒的2个儿子，又在下雪的时候到坑里杀了狮子。他又杀了一个魁梧的埃及人，那埃及人手里拿着枪。比拿雅只带着棍子到他那里去，从埃及人的手里夺过枪，用那枪杀死了那埃及人。所以比拿雅就在3个勇士当中得了名，甚至他比那30个勇士更加有名望哦。好，那这里有提到比拿雅是被立为护卫长，护卫长。所以呢，这个比拿雅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勇猛善战的一个勇士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大卫死了，比拿雅呢就跟随着所罗门。所罗门呢，赐死亚多尼亚，那就交给比拿雅去处理。26节，王甲这西阿比阿他讲，你就倒去阿那突你的家乡，你应该着死。毋过我今仔日无要杀你，因为你捌伫我的老爸大卫的面前，跟至管上主的约柜，国甲我的老爸当受患难。所罗门就把阿比阿他的职位，不准伊做上主的祭司。安尼就应验上主伫示罗所讲有关以利的家的话，这个消息传到约押，约押就逃走，入去上主的会幕，去伫这段的甲，因为约押虽然无对押沙龙，毋过有拥护阿多尼亚。那我们从第一章看到亚多尼亚的政变。叛变，是3人集团。第一个就是亚多尼亚自己妄自尊大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有约押的支持，第3个就是亚比亚他。那所罗门呢，要来处理这个再让他的王国稳固，那就要把这个叛变集团呢，要斩草除根。对亚比亚他，那在撒母耳记下的20章。有记载，不过这里也有提到大卫对亚比亚他的对话，说他有帮助他的父亲抬过约柜。
那至于抬约柜的事情呢，好，可以参照是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11到15节。好，所以所罗门说：“你本是该死，但因为你没有你有功劳，有苦劳，又与我的父亲同受一切的苦难呢，所以所罗门决定不杀他，把他赶回去他的家乡亚拿图。亚拿图这个地名就是祷告蒙应允。好，那后来的先知，南国最后的先知耶利米，也是亚拿图出生。好，那但是这件事情呢，好，在列王记有一个结论，好，这应验了示罗论到以利家所说的话。好，那在撒母耳记上，好，就是小撒母耳的年纪的时候呢，第2章，那时候的士师，好，以利年纪老迈，对自己的2个儿子呢没有办法管教，以至于呢他2个儿子呢献祭的时候呢，好，就拿叉子，好，把肉拿去抢去，好，那藐视神的祭物。那甚至呢，有神人来警告以利，还预言，好，那他说以利呢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把神的百姓所献的祭物都拿去养肥自己。好，那尊重神的，神必尊重他；藐视神的，必被轻视啊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撒母耳记上2章33节，这个神人有预告，好，上帝没有要完全灭绝以利家的人啊。好，所以后来以利的2个大的儿子死了，后面有2个儿子继续接替啊。好，那其中一个呢，就是亚比亚他，好的后代是亚比亚他祭司呢，就是以利的第4代，好，是以利的第4代。好，所以这应验上帝的话。那所以3人集团，好，处理掉了亚多尼亚，也让亚比亚他免职回去家乡。好，免他一死，留他存活。剩下的最后是约押。28节讲到约押听到风声，好，知道呢，下一个就轮到他。好，那我们之前有介绍约押就是大卫的侄子，那他也是大卫的重要的元帅啊。好，那他有几件事情，就是他杀了扫罗家的后代亚尼尔，好，结果呢，好又让这个事件呢，好让大卫家和扫罗家呢又结下了梁子，好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3章，那甚至后来押沙龙叛变，好，也是约押杀了押沙龙，但这件事情呢，搞不好大卫真的不知道。好，那但是在撒母耳记下，好有记载，好是约押先动手杀了押沙龙。好，那还有包括亚玛撒，好，那这也是因为亚玛撒呢杀了约押的兄弟哦，好，所以其实他们也是表兄弟的关系哦，好，那他们就互相报仇，怀恨，好，所以约押呢知道前面2个人被处理，下一个轮到他，他就躲到会幕祭坛的角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29节，有人甲所罗门王报告，约押走去上主的会幕，倾伫祭坛的角，所罗门就派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要去甲伊抬死。比拿雅到上主的会幕，甲约押讲：王叫你出来。约押应讲：我要死伫遮。比拿雅去甲王回复讲：约押安尼讲，安尼应我。王甲伊讲：你通照伊的话甲伊抬死，搁甲伊埋葬，互约押老母哥的人会悔。迄个罪无归伫我甲我的老爸的家。上主要互伊家己担谋杀人的罪，因为伊无互我的老爸大笔灾，就去抬死比较好、较正直的2个人。尼尼的囝以色列的元帅阿尼尼，甲叶帖的囝犹大的元帅阿玛撒。好，所以约押即便抓了祭坛，好，打死也不肯出来。他说他讲了一句话，说我要死在这里啊。好，那所以所罗门就说好，告诉比拿雅说，按照他的话，好，就来成全他，就让他死在那里。好，但是所罗门好也有顾及情义，好，就是要为他埋葬，好，把约押埋葬。好，那所罗门清楚指出约押的几件事情。
好，就是杀了比他正直的亚尼尔，好，这是扫罗的后代，还有亚玛撒，好，那他呢，好是为了报仇怀恨，好，甚至呢，还有就是约押呢，就参与在亚多尼亚的叛变当中啊，好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约押，好，也杀了押沙龙。好，不过这些事情呢，好让约押可以活到现在，好他也已经，因为他也有很多的功劳，好，因为约押也曾是大卫重要的元帅，重要的元帅，好，但是呢，大卫的身边呢，好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竞争的现象发生啊。好，三十，愿约押无杀人的罪，永远归伫伊甲伊的后代。毋顾大笔甲伊的后代，伊的家以及伊的位，要永远对上主得到平安欢迎。耶和华大囝比拿雅就上去，杀死约押，人甲伊埋葬伫旷野附近伊家己的厝。王就设立耶和华大囝比拿雅代替约押做元帅，搁设立祭司撒都代替阿比阿他。好，所以比拿雅好就去执行，好，那把他葬在他的家乡附近的旷野。好，那这个旷野呢，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第2章33节来看。好，因为这个约押的弟弟呢亚撒黑也葬在那个地方，好，是靠在伯利恒。好，所以约押呢，好，可能就是葬在伯利恒附近的地方的旷野当中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谁是新的元帅？就是这个勇士之一的比拿雅。好，那他是替所罗门来执行命令的很重要的一个大卫的护卫长，成了所罗门的元帅。那撒都呢，就代替了亚比亚他。好，那这个亚比亚他的祭司的职位呢，就由撒都来代替。36节，好，王派人叫示每来，甲伊讲，你就伫耶路撒冷起厝，住伫遐，袂用得出去别位。你就会记得，你过吉伦溪谷，迄日一定就死。这是你家己做得来的。示每应王讲，安尼好，我的主我的王所讲的，你的仆人遵命。示每就住伫耶路撒冷真久。过3年，示每两个奴隶逃走去马加的囝加德王阿吉遐。有人甲示每讲，你的奴隶逃走去加德，示每就准备如去加德王阿吉遐找伊的奴隶。示每去加德带伊的奴隶倒来。好，那在大卫死前，好有交代，好有恩报恩，比如说巴西来，好要报恩，带他的儿子；有仇报仇，好一个是约押，好现在已经解决了，还有一个就是示每，好这示每呢，好我们那天有提到，好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6章、19章，好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，好这个示每不断的咒骂他，好因为示每也是扫罗家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好那示每呢一直为了扫罗怀恨大卫于心呢，好所以他看到大卫逃难的时候呢，他就对他落井下石咒骂。好，但是呢，撒母耳记下19章，大卫回来之后，示每呢见风转舵，直接跑去跟大卫求情，所以大卫就向他示每起誓，必不杀他。好，但是呢，现在所罗门他也很有智慧的处理，直接跟示每点破，说呢就把他软禁在耶路撒冷。他如果在这个地方，在所罗门的眼线当中，好，那他就平安无事。他如果离开耶路撒冷城，他的人头就要落地啊。好，那为什么示每好的重要性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继续看到。但是呢，这个示每呢，好，真的在乖乖的听话，在3年当中，后来为了2个奴隶，好逃跑，跑到非利士的加特城，好加特王雅吉那里去，好，结果呢，他就去把他2个奴隶找回来，好，可是2个奴隶找回来，他却忘记了他跟所罗门的约定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41节，有人甲所罗门报告讲。示每出耶路撒冷去加德，搁倒转来，王就派人叫示每来，对伊讲：
我惊毋是叫你记上主咒詛，搁警戒你讲，你就会记得，你离开耶路撒冷迄日一定就死。你应我讲，安尼好，遵命。答你是安怎无遵守对上主所咒的抓，以及我警戒你的命令。王国甲示每讲，你真清楚，你对我老爸大笔所做一切歹，上主要因为你的歹，甲你刑罚。毋久，上主要祝福我，搁大笔的王位会永远稳固。王下令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就出去杀死示每。对安尼，所罗门的王国就真稳固。好，所以这个四枚的死好死呢是因小失大，好，就为了两个奴隶。好，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6章，好19章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四枚呢，好，他的手下也很多人。好，撒母耳记下第19章，当大卫好从这个押沙龙的追杀好事件结束后，要回耶路撒冷。好，四枚呢，好就急忙跟犹大的人去迎接大卫，而且呢，跟从四枚的有1000个便雅悯人啊，而且跟从四枚的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啊，好洗巴。好，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他，好，他出现过3次。他有15个儿子，有20个随从的仆人啊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出示每呢，好，他光跟从他的人就有1000人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卫要临终前，好提醒所罗门，好要处理示每，好，因为他知道，好示每他是有影响力的，好，他是有条阿卡的。好，大卫躲避扫罗的时候，在旷野，好有400个人来跟随他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现在示每呢，却有1000个便雅悯人跟随他。好，所以示每的影响力还是不可以忽视的。好，所以所罗门也为什么警告示每，你不要离开。好，因为你离开出去，好，你可能会聚众，你可能会带头叛乱。你只要乖乖在耶路撒冷，你就平安无事。好，因为耶路撒冷，好，它的意思就是平安。好，那但是当他出去，好，虽然他不是为了叛变出去，是为了出去找他的仆人，可是呢，这也让他自己呢违背了誓约，违背了与所罗门的约定了。好，所以所罗门一样派出他的元帅，好，就是比拿雅，好，出去解决了示每。好，所以是第2章最后一节讲到说，这样国度在所罗门的手中巩固了。好，所以除了3个害第一个呢就是啊、发动叛变的他的哥哥亚多尼亚，第二个呢应该是跟所罗门同辈他的表哥约押，约押是大卫的侄子，好，那跟所罗门是同辈。好，那第3个呢就是这个示每扫罗家的后代啊，好，虽然扫罗的最亲的后代好约拿单这些都死了，好，可是呢还是有一个有影响力的示每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当这些都处理好，那国度就在所罗门的手中巩固。好，另外的祭司呢，好，亚比亚他是没有军备的，好，他是没有破坏性的，好，而且所罗门也记得他曾跟随大卫的苦劳功劳，抬过约柜，所以就免他一死啊。好，今天的金句第2章27节，所罗门就把亚比亚他的职位不准以做上主的祭司。安尼就应验上主伫示罗所讲有关以利的家的话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好每一个职位，好其实呢，我们领受的时候是上帝所托付的，好，我们应当要看重。今天我们看见所罗门办事非常的明快利落，好，但是在明快利落的背后，不是只有效率、速度，好，而是呢能够分辨清楚。好，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好，所以所罗门好，他做决定好，做判断好，有他的一套，但是在背后好有一个他敬畏耶和华的心，好就有智慧的开端。好，那所以让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在一开始主导政变的3个人啊，一一遭受到所罗门好的处置或是处决。好，但有关所罗门的智慧。好。
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，或是有什么样的看见，或是有什么样的提醒。最后，我们祈祷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互阮伫今日的圣经节的中间，看见所罗门安怎样用智慧、用谈判，安怎样用老实来甲人建立正确的关系，也会当来保守家己的安全，坚固家己的王位，伊也轻调上帝甲代笔的约，要将这个要紧的应允一代一代传承落去。也帮助阮伫今日教会中间，阮也是领受上主你的恩典，互阮将即个要紧的约，耶稣基督所享受互阮的活命、性命，会当甲人来分享，也会当互主你的教会一代一代来为主你宣扬最干净，也帮助阮会当行公义、好人民，也有谦卑的心来甲主你相甲行。阮安尼恳求祈祷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